Hermes 嘅冇香料特效保濕舒敏體驗療程，咁呢一款咧就啱晒敏感肌啦，唔中意有香料嘅 baby。咁佢就係安瓶裝取代你嘅精華素嘅，佢有咩好咧？佢就係可以咧有4重玻尿酸深入皮膚底層做保濕做飽滿，跟住另外咧仲有深葉球花啦同埋積雪草啦做深層保濕啦同埋舒緩。如果你冇敏感嘅話咧，佢就幫你保濕啦；如果你有敏感嘅話咧，佢就幫你舒緩埋。而家我哋有2盒嘅體驗裝，咁咧原價就會係820蚊啦，跟住而家有85折，折完之後咧就697蚊，幫大家慳咗123蚊。咁如果你冇用過嘅話咧，我哋建議1個療程去使用嘅，咁就係用2個星期停2個星期，再用2個星期，咁就為之1個療程。之後 anytime 咧你覺得唔舒服啊或者乾咧，你就可以拍一支取代你嘅精華素。嗱咁咧我哋都做咗一個4盒嘅套裝，咁原價咧就會係1640蚊啦，跟住咧而家有83折，折完之後咧就係1361個2，幫大家慳咗咧278個8。想試或者想回購咧就快啲入手啦，因為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另外咧我哋鋪頭任選2件產品或以上咧都會有88折優惠。